咱先来看台中丰原的警方伫昨暗在查一台出现伫成功的查车，嫌犯是吹油门绕跑，警方约20多公里，伫沙拉一条无尾巷，甲嫌犯围的。嫌犯搁开车弄警察，警方是开24枪，嫌犯的脚着枪，人嘛互掠起来，是个警察身冒着伤哦，也毋过无严重。嫌犯甲车驶入去无尾巷，发现走无路，就随便去弄警察。警察赶紧闪开，才无去互弄着。嫌犯阁想要弄第二届，警察随开枪反制。警方对车辆连续开24枪，佮用巡逻车甲路挡掉咧，总算掠到人。不过嫌犯这边的脚腿着枪，随上病院，4个警察嘛拢有切伤。我们也有受伤，有受伤啊，可是我们要等那个。对，我们手也都受伤。沿路开，没有在这里，都在这里开。他撞他们啊！车边暗时11点左右，台中丰原的警方接到通报，讲有看到这台互人偷驶走的车，后来伫新港出现。这个姓郭的嫌犯一看到警察就随驶车逃走，尾也驶到一直沙落大的所在，煞掉伫咧无尾巷，就安尼驶车弄警察。他想要往那个地方冲，但是那个地方是死路。他好像冲了一下，然后又倒退，然后警察开了好几枪。柯姓犯嫌见无路可逃，所以开车冲撞下车盘查的远警，但远警仍奋不顾身，奋勇向前将犯嫌逮捕归案。警方表示，嫌犯阁牵涉几件案件，目前要伫病院咧戒护。信后的依照妨害公务、杀人未遂、佮窃盗等罪嫌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台中报道。